哟，我们家吵到厕所哎，根本就吵这么烂嘛！你那上班路这样子在我当时搞了手机嗦。哎呀，那上班路这做啥的？看了我样的。搞我干么嘛？框在人家背后面，像果子上班，果子去打了。我是做啥？我想我只想我那几把车子一拿都开过放的很。本来上班就喊做啥了，这还是叨浪那么多，这样子都有我哎，我叫个骡子，错疯！意思那个叫不叫了我保姆个呀？反我等于弄那个老师亏个呀！我为了个哈头女辛辛苦苦没他凶，哥哥为个想着啊？怎么没熬头？我至于弄那我还在没带么完咯？为了个哈头女啊，怎么被当忌口了？我讨女我还去咋？我只想去吗？搞以为怎么瓜头女啊？到底只要去咋啦？啊？你要走，去个哪个在讨个呀？搞姑娘在讨个的女啊？咋个得去？我头就到过搞么上班？他当哥哥也懵嘞。我想下个都真咯，我没那子办法。我么做他们口子？哟，刚才我想一给讨女一给没上班吗？这龙角虽然知道还落到哥哥门口子，但是不来行动开着个单，哥哥想你们去咋？如果还有啊，这都秒就来了子单了。搞那个在上班，搞那上班，搞那个在没上班，谁知道机遇再咋去过？搞你，搞身为一头油，身为个头油。我那个有单，我想要一年套视频，可谁知道？我想要一年套草，可都谁知道？我讨个女咋么着？对吧？那我只要去搞了吗？我觉得好难啊！我还不是想要的，我怎么讨了你啊？我那是想我呢哈。反正啊，一辈子还是要往财的时候就弄我。都是嘛，往财的时候就失败。直到我高高海茫，故事古木我高高巨蟒，雪谷上点这高木，找破给路，电视的美女鸟追寂寞的路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